心梦家在东屿上，不是退役，永居也真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戏剧大舞台节目，我是钱云。刚才呢，我们的镜头里为大家展现的是一组苏州山塘古街的画面，七里山塘风景如画，游人如织。而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，则把自己钟爱一生的艺术带进了这条古街道。而且他们虽然身在苏州，却和咱们上海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。下面呢，我们就请出今天节目的两位主角，著名评弹演员张建真和马志伟夫妇，掌声欢迎。你们两位好啊，欢迎你们做客我们的大舞台。那个建真和志伟呢，其实很早就来上海演出了啊，曾经引起过不小的轰动啊。你们眼中的上海是什么样子的？能够给我们描述一下吗？我们眼中的上海呢是一个很大的舞台，因为我第一次跟师的时候呢，就是在上海的大华书场，搿些辰光呢是你辣屋里听书。搿辰光侬多少大啊？我搿辰光只有23不到。哦，20岁都不到就来上海了。来跟师的，我就觉着哎哟，上海搿个观众啊特别热情。我辣屋里听书的辰光，伊到门外面兜，那么我上去送啥开篇歌会呢？都觉着唱得蛮好。对。第一趟就蛮成功的，是吧？就到印象蛮深的。搿是第一趟演出。那么张建真呢？上海搿辰光比较向往的，因为是90年代毕业的嘛。90年代搿辰光是平台，应该讲相对现在讲起来，并不是很景气的。所以你就好像讲毕业歌会呢，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。那么我记得是04年，04年还两种美期的辰光，稍微比现在还点子。你们两位谦虚了搿个囡囡还是养个问题，就是伊拉做搿个有只肉类市场个辰光，搿辰光拨我开始有信心了。我觉着上海观众还是能够接得起的。因为开始慢慢间有点熟悉，对，有点熟悉。因为搿只模特呢，实际我印象深呢。搿个是我跟张先生搿个拼双档的结婚，一直到现在，搿个我定底于自信心的一只模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实际呢，你就是在这里。模特我实际印象深呢。现在我晓得着，当时我不晓得了。因为搿辰光呢是前期，囡恩刚刚有翻译的，翻译呢，结果你喉咙呢是个挖光。那么我呢，喉咙里向非常厉害，搿方面我一直蛮自卑的。结果搿个一只模特对上去一天的前几年就挖，那么我搿个一个礼拜当中呢，我是穷发格格，大展身手，就是我平常讲没人生活汉，但是呢搿个一个礼拜当中呢，拨侬机会了。上海个观众讲，哎哟，小红侬唱得老好。结果等到一只喉咙喊子个回呢，谁知搿个声音没，所以那个是最难忘的一次演出啊！把志伟太风趣了啊！所以在你们心目当中也很看重上海这块宝地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舞台也够大，而且上海应该说跟你艺术上的很多里程碑也是息息相关。能介绍一下吗，张姐？我觉着好像我到上海特别有缘，我自家觉着特别有缘。就是包括我，就是讲从平台学堂毕业，就是刚过这样的历程，到2004年到美期书上演出，慢慢间就是讲是很多观众熟悉期，到去相对的比较欢喜期开始，留下来再过4年过后，就是08年的金榜了。搿个金榜一次对我评弹金榜，就是对我真的是一次洗礼，因为从来分有这样的逼出自家在舞台上展现自己，而且这个机会也是不多的。因为平台家的赛事，有辰光是4年一趟，有辰光3年一次，但是这个4年一次还不能保证你能够参赛啊。有点像奥运会一样，对的，是奥运会一样哈。反正必须要保持自己的状态，始终保持一个非常好的，是吧？水平。我从记事以来，学校毕业以后进平台团歌会，我记得是我就2年毕业的，我到2001年
搿个当中搿个一段辰光的赛事，我是基本上被枪毙的，就是拜上去了，这个资格都没有，没有，就是基本上你初赛就已经筛掉了，就是这样。反正08年以前有这样的过程，但是在上海演出呢，08年也会陆陆续续的来。但是08年搿一次呢，就是讲是江浙沪非常隆重，那是从初赛、复赛、半决赛到决赛，总共要再来就是讲半年，搿个半年我是基本浪向那根弦已经绷着。搿个半年实质浪向是可以讲对我个人来讲是，我可能10年荒废的辰光，我在用了搿个半年当中。所以你用你的坚持换来了最后的成功，还是当时取得了一个什么样的成绩？能说说吗？应该是第2名吧，就是评弹金榜的第2名，对，这个含金量是当时其实初中一开始他们是分男女状元的，就是男状元、女状元榜眼探花，女的也是这样的。但是后来比了比，就是可能各种各样的原因吧，就放在一起整的来比了。反正我对自己的一个成绩也是比较满意了，已经不容易。对，所以这是一个你的艺术的里程碑。对。那么什么时候参加的东方戏剧之星的活动？2011年吧，2011年个，我记得我个专场演出是英格波兰人艺术舞台，也是在义乌也是在义乌。那个时候你的艺术应该说更加的成熟了，那个时候，应该讲是比08年的辰光稳定了，更稳了。08年比赛的时候可能还会出现一点小的状况，但是11年呢，我经过了那次金榜比赛以后，我刚才说的真的是一次洗礼。日机前的观众啊，可能也跟我们一样，都没有法忘记你在金榜这个评弹金榜，包括在东方戏剧之星上的表现。想不想看一看当年的自己？我们也特地找出了这个张建真当年的一些这个参加活动的视频资料，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，好不好？
那说完我们上海呢，我们再来回到这个苏州的这个山塘古街。因为刚才节目一开始呢，我们给大家播放了一组这个美丽的画面啊。其实我们摄制组到那儿去拍呢，并不仅仅因为这个山塘古街是我们苏州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旅游景点，还因为两位在那条古街上有自己的一方小小的天地，而且这个天地呢，恰恰又跟我们的评弹艺术息息相关，对不对？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？因为搿个一只平台的茶馆呢，算算办个初衷呢，算算伊呢是搿个行业里向的人。那么茶馆虽然做生意呢，伊是外行，但是呢，伊觉着搿个茶馆里向放平台的，一个呢对宣传权平台也有好处。那么在于伊辣风景搿个民生的一个更高体现，更加能够吸引全国或者是全世界的观众来了解伊的平台。追着苏州老百姓的平常生活，所以你记得当时光这个几年的时候是09年的时候啊，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是吧？对，当时光呢，心里向也蛮搿个忐忑不安的，因为没底嘛。那么经过搿个点医生，搿点朋友啊，大家来帮忙啊，那么你自家呢，当然搿个辣演产品的之外呢，我对的是交关的精力，那么应该讲这个每天都有演出吗？每年都有，365天当中呢是只有大年夜是停的。哦，那很厉害。364天天天来往走。哎呦，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美丽的风光啊，然后再加上这个幽香的清茶，还有我们的行锁叮咚啊，淡雅的这个评弹，我觉得这个画面就特别的美。我们要不要一起去实地再去看一看，好不好？好，感受一下。入夜后的山塘街更显江南水乡的韵味，被灯光装饰的鼓楼，往来如梭的游人，波光粼粼的河面，一幅动人的画卷跃然眼前。再加上不时飘来的评弹声，使得这个夏日的夜晚格外的悠闲清凉。点一壶香茗，听一曲评弹，无论对观光的游客还是纳凉的本地人来说，无疑都是一种非常好的休闲选择。而这座2层楼的茶馆也成为了马志伟、张建真夫妇的一方小天地。喜欢评弹，因为然后开上来说，有种朋友搿自己面的一听评弹一起说，我觉着都开心得来不得了，发自内心的一种开心，一种兴奋。每趟看见这样一种情况，我觉得我很自豪，我也很开心，自家开心。有机会一定要去你们的苏州的这个山塘的这个茶馆里面去看一看，听一听，真的很棒啊！那么我很好奇啊，当时在这个决定要开办这样一个茶馆的时候，有没有阻碍？有没有听到反对的声音？肯定有的，因为是搿辰光09年，880前头几年呢，就是讲辣苏州这样一种形式，开茶馆店里向摆平台吃茶的形式不是很多。现在是因为是很多，但是搿辰光没几家。但是呢，而且搿辰光山浪街是刚刚开街，没有几年的。就是讲是没游人也不多，对，游人不多。搿只茶馆开出来，搿我可以记着，实质浪向是一开始的时候还是一开始首先的一个想法，基本上是天天开本的。天天开的。大概坚持了多少辰光？总几个案例。半年多，差不多半年多。但是你2年坚持就是讲，哪怕是茶馆店开着，但是你已经开出来着，搿么要坚持下去，就是讲哪怕是日里向以上片动力贴了里向，搿么是哎呀。再呀，就是讲是开门做生意吧。艺术上能坚持，他们生意上也能坚持。因为坚持下来，我觉着现在蛮开心。现在开了还蛮开心。为啥呢？既然自家能够去享受，大朋友还要去享受。我反正记得就是讲，大几沿海个朋友每趟到苏州来，都必定要到茶馆店。就是讲，搿边茶馆店里都讲吃上这样一开茶，听脱2、3平台，大家坐了一台聊天，他们觉得开心释放很放松，就是搿个我觉着你已经达到目的了，而且辣搿个几年当中，就是讲全国各地个八卦有种发散硬过来的，就是讲听子平台、吃子茶，都觉着侪了解了
原来这个就是苏州评弹，就是来到你们这个茶馆的，既有一些圈内人士，对不对？也有一些圈外人，可能从来没有接触过评弹，但是伊本来是想来进来吃杯茶的，但是一听到个评弹，有一边觉得，哟，哪能介好听啊？他们觉得就是来到苏州，不冤枉了，来了啊。其实现在你们在自己的茶馆里，应该演出的机会越来越少了，对不对？一开始比较多。一开始的话呢，都有朋友，那么就到请客来了，那么会得一群去，上去唱个直播啊，助兴啊，但是像我们上海的观众的心目当中啊，你们两个绝对是黄金拍档啊，你们俩是强强联手啊，这个所以在这个茶馆里面，你们的合作虽然是越来越少了，但是今天在我们大舞台的现场，一定要合作一下，展示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娘子啊！今朝送达的工地。是非非，我想风雨同舟，身不尽，红啊绿哪里去你家亲？我不知娘子后方日，娘子啊，只怕你们来打我上民关心。还问一两红蛋滴滴响哭啊！我听人那边哭声的。哟，金佛一心，生死已非，真不令人给啥称的哟。
是黄金搭档啊！那么我想，对于我们这个上海的观众来说呢，期盼已久啊，希望你们到上海来演出。那么今年他们要如愿以偿了，因为接下来呢有一个大动作，能不能在这儿给大家透露一下？是个，23年辣辣忙一桩事体，就是辣辣保利2400个一个代表作《沈万三》上片台词。沈万三长篇弹词，在上海的什么地方演出？准备了这个上海的逸夫舞台。逸夫舞台。就让你想。剧场演出哦，然后有多少天？双3天半号头，哇，这个好像是史无前例的一次尝试啊，是吧？仅仅是一次尝试啊，我们这都很吃惊的啊，也佩服你们的胆识，怎么会想到要把这个演出放在我们上海？上海本身伊也比较有缘的，刚刚比较有缘吧。就是讲再讲上海的观众，还是相对刚才我讲起上海观众是量是最多的啊。然后欣赏水平，对不对？好，还有什么原因？一个呢，伊搿部产品呢，本身伊搿个400陈云宇先生呢的这个400公司陈金文两家头呢是搿部产品是松本级的，附上个手松本级两家头。那么伊搿个辣逸夫舞台呢，我搿只作品呈现出来呢，也是我400陈云宇先生的一个遗愿。因为你已经过世了，你身体的曾经有哪样的言语，也让我来逸夫的我搿只作品呢，奉献拨了上海的观众。那么你搿个纪念呢，其实是还是精彩之我记到子。你心里向一直没得问题，心里向觉得做这样子动作呢，觉得是不大可能，特别là逸夫这样子的舞台。那么后来呢，你一个再交给一个合作伙伴，许培林关键人物不灵不头的当起大气，当起歌进，那么因为许先生呢，你搿个演出的运作浪向，你有你个一套独特的方法，对，所以呢，你找对人了，你们是吧？就是因为他，如果没有他，就没有这次演出了，不可能的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也把这位传说中的徐老师请到了我们大舞台的现场，我们把徐老师请到台上来，好不好？来，掌声欢迎徐老师，你好，你好，来，徐老师，你对他应该没走了，从啥辰光？因为从平台金榜开始啊，包括张继珍的专场，实际上也是我做的。哦。其实讲，我感觉到剧场里来说唱片，老早没过。伊挑战来了啥地方？应该讲，侬刚刚讲四五现代啦，我倒觉得老早是有的。老早也有的，啥辰光有啊？我首先感觉，阿拉要认识一个基础。我觉得过去上海，辣辣我懂事体的辰光，应该我还看到过交关。包括上海老早西塘市场，静安市场、大华市场、西路市，夜路交交关关市场。实际上，伊拉侪是比较大，就是400、500，甚至于到像西塘市场那800多只位置。那么，搿实际上就是用平台，就是平台说唱片嘛。我就感觉，实际上辣辣上海搿个海派城市当中，伊有得特定环境，可以来做搿样子一桩规模大的事体。而且上海交交关关平台个所谓的响当也好，再讲知名的演员也好，实际上伊拉走出社会影响闲话，真正是辣上海搿只码头浪向得到个反响。对，我觉得搿是一个原来就有这个基础。另外一个，包括张继珍、马志伟伊拉，介许多年数辣上海个
应该受受影响。对积累的那个。再有呢，我做桩体实际上也不是讲一步就开始。侬啥辰光就开始筹划？实际上，阿拉搿个3、4年过程当中啊，从平台金榜以后，阿拉觉得一副台经常来合作做平台。而且到现在为止，持续了将近3、4年辰光，就基本上每一年当中有的50场左右来做中片啊，来做明星的会穿啊，来做一些大的场次演出。实际上，伊个票价勿便宜的，最便宜50块一张吧，最贵180块。对个。就最宜卖280有。都有。那么，辣搿样子做个前提下头，就是本我认识，我认为就是上片平台，它勿仅仅是一个茶馆文化，勿是辣茶区啊、茶馆店里去唱，实际上可以辣搿个阿拉所谓坚持做集场平台，就是辣集场里向那样子平台，搿平台实际上是对平台的发展也好，对平台搿个观众的受众面也好，整个影响力也好，伊会得起老大积极作用。虽然票价是贵了一点，但是事实高头，伊拿平台搿个角重，辣整个社会影响高头，辣平台的文化高头，伊是一个提升。那我想你们的合作肯定是基于一种互相的信任。侬为啥要愿意把这个机会，就是说交给张建真和马志伟？一个呢，我了解了伊拉那个搿部长片嘛，搿部长片本身的私心，跟现在上海的海浦码头啊，搿个比较稳啊，伊是描写了搿样子一个人经商啊，随后辣搿个当中却虽然讲伊也是个传统的，明朝辰光搿样子一个传奇人物啊，但是事实高头，伊跟上海现在的发展。包括搿上海搿个金融啊，包括老早小辰光听的搿种字呀，上海早晨啊，就是虽然讲是一个近代，一个是老早原代，但是搿批人就会得感觉是辣阿拉个老百姓生活当中。我觉着搿点高头本身搿个作品奠定的基础。另外一个，张建真跟马志伟两家头辣上海造就一个整体的社会影响。实际上伊拉有点基础。第三个，阿拉辣集场里向介许多年数的操练，无形当中培养了一批到集场里来听平台的观众。阿拉现在基本上每趟做平台，像我刚刚讲搿个票价，能够达到7人8人，甚至于客满。这个是很不容易啊。阿拉搿次对自家要求勿高，前一部4年，将近以400场左右为止。就是一副那个18前头，作为是搿个阿拉搿趟整个设平台的目标。但事实高头，我感觉从现在的情况看来，也许当中有几天会得少18上头去冲上去。李演冲呢，应该说是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啊。徐老师，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，有没有听到什么各种各样的声音？观众啊，包括我们的专业人士，他们的反馈是什么？有。搿趟演出的消息啊，大概我辣1个号头不到前头，正式出票前头，我辣我微信高头发了朋友圈就发出去了。这消息，跟阿拉做好的宣传片啊，我做了微信个方向，大概到最后辣我搿只范围里啊，就是我仅仅个人搿只范围里向，当然也有勿非搿平台界一批懂朋友也好，听观众也好，搿点赞个量超过100多。哎呦，而且马上就包括有些大家来提出一些想法，支持的也有，大家保持带有议论的也有。搿个有些阿拉讲起来伊拉平台界有句行话叫凶险，你讲搿就是所谓的凶险，就是讲。有风险，对吧？有风险，有风险。那么我们为此呢，也采访了著名评弹表演艺术家陈锡安老师，还有我们上海评弹团的秦建国团长，我们也来听听对他们的采访。听了有些事呢，我觉着是首先是蛮惊讶的，因为辣搿个上片演出的
实际上虽然年收下来啊，要让大剧场经营的时候呢，还是第一次，还是第一次。所以呢，惊讶之余，也非常钦佩李导勇气，钦佩李导勇气。那么可能总归吃螃蟹总归有第一人。如果搿一次上市人搿成功之后，实际上为整个平台界的今后演出市场呢，会得开辟一个非常好、非常有前景的这样一个道路。所以呢，我上次里呢，从自家的心想愿望来讲呢，还是希望领导能够通过自家的努力，方方面面的配合，能够取得一次成功。我听到，哎呦，张居正特别欣赏，马志伟，然后有副的演唱片，我想有特别个有得说的，因为这样子节上呢，那一般平台也有多做了，没个单子多呢，我觉着你费用也少呢，有个单量，要有单数，还要有个能力。还有一个实力，我觉着现在呢，来讲头，从这个识别艺术的一个本领来讲，包括精彩的台场的艺术，有很多提高。像这个张居正是现在我的平台讲，出来一颗明星。那么你到上海的演出，那上海俱乐部上的演出呢？非得客户中国每天在搞着，你到什么地方才是搞着？所以你粉丝就会多，所以你能够这样演出呢，我觉着是容易挑战时光。那么作为我们的平台来讲呢，在基础、在本质、主体上的主体我商品，我一直有这个想法，是跟平台离开了商品。单靠中品、多品蛮难来做的，中品、多品一样的，而且扩大平台影响，包括创新，但是主体是平台商品，因为我们来做呀，是我们来做资本呀。好，听了陈老师的这个支持肯定啊，还有我们秦团长的鼓励，两位的信心是不是更足了？是的。你呢？实际上对年收来说，除脱搿个当时辰光你能出生搿一段辰光是停脱一段辰光，搿么搿是特殊情况。其实你搿个产品是每年侪是产出团里向做别个，包括你现在办韶关书啊，搿个一个韶关评比赛上面的所有，还是用演出产品的业余辰光来办。产品自己平台有个根，搿个是肯定的。所以会得了现在辣一副还是来演产品，因为是一副演得比较多，其实有辰光每年会得来演，但是搿个侪是短片啊或者唱只开篇，但是实际上个产品，我觉着整体呢，搿个非常是对自家是挑战，但是现在既然听见实际上的朋友同行，包括来师长辈的，对这个鼓励，对这个支持呢，这两高头应该肯定是会得尽心尽力厉害产品，包括一副结束，你仍然是一如既往。产品维持这个根。我们说到这儿，徐老师是不是先能请大家先睹为快，欣赏一下沈万三当中的片段，我们接着往下聊，好不好？好。这3年来，众人民不想
沈万三呢，这个本身也是非常的吸引人啊。那么现在坐在我们这个舞台上的这位呢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一位呢就是这部作品的作者啊，著名的评弹艺术家啊，陈菊宇先生的女儿陈晓雯，我们掌声欢迎。你好。啊，这个作品是不是他爸爸应该讲是凝聚了他一生心血的一部作品？哎，可以的能介讲。搿部作品呢，是我爸爸就是讲，应该讲是比较后期写的一部书。那么爹爹呢，搿辰光就是拨过马志伟一部叫啥《血腥九龙观》。对，九龙观。那么拨伊九龙观辰光呢，对伊讲，我只拨侬一部书啊，就是希望侬后头能够拿起笔来。哦，人家希望伊能够创作，自家创作。从得几只落去。侬期许了，侬也有一天会得拿起笔来的，我相信。那么后头来呢，一直跟马志伟接触呢，就觉得马志伟个人品写起好，所以呢，爹爹辣后头中风以后辣屋里呢，还想帮马志伟、张继珍量身定夺。搿勿是伊个学生，但是伊能够愿意为伊拉写书，搿是对伊拉个老大个信任。哎，叫小心奴，书框架搭好了，伊个位书也写好了，但是后头由于啥毛病就没继续下去。后头来呢，爹爹就进医院了。医生搿辰光讲呢，伊大概生命还长3个号头左右。但是过了1个礼拜，医生就跟阿拉讲，大概只有1个号头了，就是有可能2、3个礼拜有可能。葛末搿辰光我就想着，爹爹一直想再拨马志伟一部书，再写是勿可能了。葛末我就问爹爹，我讲，那么志伟呢老小陈个，搭见证两家头基本上1个礼拜要来个1大2大来。葛末我讲，侬要勿要拿书？就是叫志伟来，侬干脆对伊讲讲书，搿能介嘛，侬也床浪向嘛加加义气。那么，伊想了一想，看了一看我，随后伊就讲好个，侬明朝叫志伟来。但是现在回想起来，伊当时晓得自家还有只有1个号头个辰光，伊没晓得，阿拉当然勿会讲拨伊听咯。但是现在回想起来，就是讲实际上对伊讲搿桩事体，对伊讲叫志伟来，实际上已经伊晓得，就是。伊个辰光勿多了，因为来勿及了嘛，勿叫志伟来，啥法也是来勿及了啦。所以搿能介第2天就志伟就来了，等于辣病床浪向。所以当时你的心情是觉得怎么说？这件事情是有点残忍的，对不对？就是呀，就是老应该讲是老难过的。我记得就是案头里阿拉也出了交关眼泪水，但是又勿好被伊晓得。那么阿拉妈呢，属于一切侪听阿拉爹爹了，就是爹爹做主嘛，伊做。原来还有这么一段故事，所以说这个等于是父亲临终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把他的一生的心血就托付给了这个马志伟和张建珍那个夫妇了。搿个2部长片是4包侪是录像本钱的，那么搿个工作呢，侪是伊个工作者。说说嘛，当时花了多少时间？把它完全的整理记录下来。应该是2部长片辰光蛮长的，因为侪是当时《血腥巨龙会》拨侬勿是4包，但4包我拨侬勿是录音档、磁带、4档，边听一边记。对，就是摆了3个录音机里向，就是讲是听下去，听10个字。记下来。哦哟，反正搿辰光我记搿部书是蛮清爽，记日里会办上片的。检测说了以后，吃药饭。哦。那么我就扫了了，记抄记不中的。我就专门拆了个本子。我负责3倍。搿部书哈，应该讲是也有2、3个号头，是讲2、3个月全，因为只有1、2箱的辰光用。哦，不容易。但是呢，我觉着搿部书跑个辰光呢，就是比较慢。还不是慢噻呢，我就是讲。不是磁带的，是有录像的，不是，它是开了 U 里向，你来里向可以放在音频，它有音频，它没有视频，有视频，但是不清楚，但我们是抄那个音频，那么这个音频拆起来呢，相当内容比较干，因为沈万三呢，就是搿部书里向就是讲翻译特别多，就是讲翻译多之呢，就是讲有辰光。你要用翻译快了，或者哪里听不清楚，再要送分为最带收最后再翻译过来再讲。就是搿个工程呢，就是相对讲起来，比九龙观也大点，九龙观比较大，80多。血腥九龙观呢，它那前面花了2、3个月啊，这个沈万三花了你们多长时间？1个号头。搿个是我自家规定自家的，搿个一次1个号头必须要完成。所以你看，集中了这么多人的心血、力量。和大家的这个支持，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了啊！我想观众朋友也是非常非常的期待。在这儿，我们是不是再让大家看一下其中的一个片段，好不好？
就是我们上海评弹团的副团长，著名评弹演员高博文，还有评话名家吴兴国两位老朋友。今天你们能够出现在这儿，我想一定是因为你们的关系特别特别的好，对不对？我们亲临现场给他们助阵了。对，我们是追星，追星追到这儿。高博文，你们4位大概认识多长时间了？哎呦。年数有点年数了啊，10多年，10多年。搿当中㑚应该有过交关合作。哎呦，搿倒是真的。伊拉合作比较多。张先生呢，我是近些年来之后，自从他这个金榜大奖赛这个女状元之后，我们的合作越来越多。之前呢，我也一直很关注他因为到深圳呢，辰光要去看一个演出。那么近几年，特别是去年这个春晚的演出2016的春晚，我跟建真呢还是在这个央视我们算合作了一把，而且呢两高头要登了央视要登了年天的辰光，所以呢他也是那个时候也是有点损失的。人家一家门要出去白相这个要出国旅游的，对，他这个就来了。
背了只皮包，阿么讲就要咱们要车子们的财团来整我啊啥，所以看，去电视台门口看了，都10点钟打，没有任何的10点钟那么可能到，也就那么冷的天。哎，你们去那个春晚排的那个马志伟有没有陪着去，还是说陪女儿了？当时你冷落你了，非但没有出国旅游，还把你一个人撂在家里面。是我跟女儿到外国去玩的。后来你们还是去了是吧？对，他没去，他的名额就浪费了。作废这个已经有损失，这个损失很大。当然，我也向这个马志伟同志的专程致电，表示深切的歉意啊。早晓得那如果我背了，那么而且在北京呢，这个吃啊，的确是不太习惯。那么，这个张先生你蛮有经历啊，因为你是搭这个吉他团队坐了一道嘛，之前有只这个少年的武术表演的，武术是吧？大家，那么大家吃呢是吃这个自助餐了，那么阿拉是抢不过呀，一群饿狼，胃口好，小人呢这个吃得多，哪怕是50代，50代，轰动轰上去呢，哎呦，那么基本上上的菜嘎嘎的菜汤的。那么张先生呢，有一个很有趣的啊，我是到现在已经在讲里，伊呢就不出来吃了，他就在房间里，那么一个人呢吃说，这跟我们吃点啥么子？哎呀，干点心，看到一个干点心俺打，谁去吃干点心啊？医生诊治他了吧？伊只好吃干点心。那么夜里向的话，大家再吃吃，他也没有什么一句怨言的，他一直把一种这个或者艰苦的状态呢，当做一种经历来过，因为他的心思都在艺术上，在表演上，其他可以抛在。我也住在90斤。哦是啊。五星华广场，今晚侬为了啥语？哎呦，我首先我讲，我对张继正呢，就是我脑子里他是个怎么样的人？真的是在舞台上，她是一个女神。真的这个人。立了海大概年纪比较轻的辰光，她身上的那种江南水乡的女子的那种特有的味道，是其他人没有的。你再这样，我中国现代中甚至2根3鼻子，对吧？那么随着年龄的增加。一个文化的底蕴，它的舞台的那种魅力越来越增加。我觉得丽在那舞台上，它就是个角，越来越有风对，它就是个角，它就是个角。所以我觉着那舞台上虽然挨了一组搿个演出，我是信心十足，我非常看好搿个物事，因为他是个有观众缘、有票房的演员。所以我觉着搿个是一个创举，上片敢遇到一副舞台去做是个创举。那么我得张继正合作唯一一次，阿拉讲舞台高头就大家一道14度了，就是前后场，这个很多合作只有一趟，就是我有一张中片叫《野狼谷传奇》当时辰光我打电话给张继正辰光呢，我心里是蛮忐忑的，因为他是个角，真的事体，我真的蛮忐忑的，因为我也知道他有票房，我想叫伊过来能够助我一臂之力。那么一个中片，平湖中片，阿拉内行侪晓得的，就是他来为我唱一段，其实就是垫个场。就是阿拉讲清楚，他就是垫个场为我，所以我打电话辰光有点忐忑的，但是我电话打得起，一口就答应了，没有第二句话的，一口就答应了。接下来的事情让我特别感动，所以我讲已经在舞台高头这么好是有道理的。接下来一般人啊，实质就是讲，我来提个啥，我答应侬了，已经可以了。接下来嘛就，哎呀，就那样子做了咯，对吧？阿拉实质就是讲，没有，伊再让我几趟讲唱得能为么好。因为我对了，然后当我唱是好了有几百年的辰光，伊还跟我讲唱是偏长，应该哪能改？我讲难改下来，因为平台有一个习惯，就是改搿物事是老正常的，每人根据自己的改。伊改好以后还发给我，伊讲吴老师侬看看，能改可以吧？这个我觉得还不感动人，最感动人的一点，伊接下来跟我讲句啥话？讲拿侬剧本发给我。他要看剧本，为什么？虽然是个串场，伊讲我也晓得拿前头位说点少，后头位说点少，我后头唱的当中，我哪哈安排我个情绪，安排我个唱腔，所以我讲，一个演员他到今天成为一个角，就是有道理的。我小辰光我记得有个大家就跟我说过这个话，每一个红出来的人侪有道理的。就唯一的一次合作，也就告诉了我，你为啥红出来，他是有道理的。不随便对待每一场演出，不辜负每一场的观众。而且他明确是帮我来垫个场，当中唱一唱的，一个平湖里向的一段唱，肯定是一定好呀，因为当天唱嘛，对吧？他来帮我垫个场，但是他还是搿能认真。所以刚才你们说的是他们2个人的这个艺术和为人，那么哪再讲到个沈万三呢？这个是上片平台要来了介大只场子里向演。反正我上来得那个消息呢，我一吓，一副的，一起上片啊，哦哟，而且这个其实各位这个票价要比阿拉一般上片要定得高啊。
根本就讲，因为搿个是真的打破了我们一贯的惯例，对吧？侬过去曾经搿个天坛舞台也开过市场，是个小剧场，伊个票价也是市场的一个比较工业性价。对。咁么现在辣辣一副个大个舞台，而且是3月份做12天连续个，伊讲伊那个消息发布了，整个辣辣平台上也是一个对的，引起了一阵这个大家议论啊。那我一直觉得是个文化事件，对的，文化事件。我个人觉着，张先生是马志伟不容易啊，就那个地方。凭良心讲，凭伊拉两家头个本事，上海任何办的市场来设场片，侪是靠满铺出去。他根本不要去担这个风险。对。这个是有风险的事体。我觉着这个是辣海阿拉现在就是传统文化辣追求市场效应当中，我觉得是个创举。就是一旦这个成片上片成功的闲话，我觉着搿个是一桩相当大的文化事件。感动吧，谢谢，信心更足了啊！说的我们太好了，真的是谢谢。说到这儿，那个我们张建真和马志伟有什么想对观众朋友说的吗？天气呢比较热，有点对不起观众，亲个热但纯爱。我不仅1点半，对，得大家不见不散。谢谢大家。哎呦，说的太好了。那么我们也希望，喜欢评弹或者说没有接触评弹，但是喜欢听故事的观众啊，能够自己走进剧场去听一听评弹，感受一下评弹当中的沈万三到底是什么样的。好，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嘉宾做客今天的节目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